乜嘢人適合做占卜師呢？其實以我嘅教學經驗，只要你有興趣、有恒心去學，同埋持續去揾人做占卜練習嘅話，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占卜師。不過如果你問我做得比較好嘅占卜師有冇乜嘢特質呢？我都可以分享一下。第一，比較好嘅占卜師要有同理心，鍾意學習，喜歡同人溝通，同埋會信自己嘅直覺。同理心可以令占卜師理解同感受到客人嘅情緒，呢個係好嘅占卜師重要嘅特質之一。第二，塔羅占卜係一個不斷學習同成長嘅過程，你需要不斷更新自己嘅知識同技能。第三，占卜師需要聆聽客人嘅需要，同埋清楚咁表達占卜嘅結果俾問卜者明白。第四，相信自己嘅直覺，比起頭腦，願意多聽自己內在嘅直覺嘅聲音，會成為更好嘅占卜師。咁又有冇邊類型嘅人唔適合做占卜師呢？如果勉強要分，有以下特質嘅人可能就唔太適合啦。第一，追求快錢，占卜師需要耐心同熱誠。如果要揾快錢嘅人做占卜師，應該會失望啦。第二，唔中意學習，冇耐性。塔羅占卜師係會需要持續學習、增進知識、累積經驗、成長同埋修行，都需要唔少嘅時間㗎。第三，疑心大，唔信直覺。如果係咁呢，其實應該好難做到塔羅占卜師啦。第四，怕接觸陰暗面同負面情緒。大部分嘅客人因為人生有困擾嚟占卜，所以好多都有比較負面嘅情緒。如果你害怕面對，可能就唔太適合啦。總言之，做占卜師係一份需要熱誠、同理心同耐心嘅工作。如果你有，恭喜你已成功踏出第一步。歡迎留言問我任何學習塔羅牌或相關嘅問題，我會答大家。記得追蹤 Manny 嘅 IG，下一條片見。